今天和各位來分享一期 Codex 的完整教程，7大能力一次性拆給你看。先看 Codex 長什麼樣子，乍看跟 ChatGPT、Claude 很像，可以開 Chat， 可以上傳檔案。我直接示範一個你應該很有共鳴的情境。在當前的工作目錄底下，我開一個練習用的資料夾。我先示範怎麼快速生一批測試檔來練習。那回到 Codex， 新開一個 Chat。模型這邊選擇 GPT 5.5， 智慧這裡有4個等級，要快就選低，要精就選高，看你需求。然後打入這個 prompt， 送出。第一次它會跟你要那個資料夾的存取權限，給就對了。所有檔案環視在你本機，只是 Codex 能讀能寫。你看，它直接在你電腦上寫檔。ChatGPT 做不到這件事，它最多給你30份內容。要你自己一份一份貼出來存。那回到 Finder 30份檔案真的在我電腦上。現在重點來了，這就是觀眾日常會遇到的散亂筆記狀態。我接下來叫 Codex 幫我整理，回到同一個 Chat， 打入這段送出。快速解釋一下 Kebab Case， 就是單字之間用減號連起來，像 React Hooks、Chattit.md 這樣，當名不要有空格。命令列工具比較好處理，這邊要處理大概1分鐘左右，很快就跑完。回到 Finder， 你看每份當名都改成你看得懂的，按主題分好類。Codex 不是回復你我建議這樣分，它是直接幫你做完。這只是一個資料夾的小規模 demo， 但檔案散在隨意資料夾裡還是很亂，對不對？ Codex 有 project 概念，幫你把同一個任務的東西全部關在一個 folder。回到 Codex 首頁，點左側的專案，選擇從零開始，創建一個新的專案。創建成功後，在這裡可以找到你所有的專案列表。那我給 Codex 安排一個新的任務，幫我生成一個 Word， 保存到指定位置。所有產出都被歸到這個 project 的資料夾，亂不掉。而且 project 內任何一份檔案，下次新開 Chat 都可以用 @mention 帶進去。就算你打開一個新的對話，只要專案相同，也可以直接 这個檔案，並且針對這個檔案進行新的任務。重點來了，它能這樣串，是因為檔案都在本集 project 有實體 folder 對應。雲端 AI 做不到這件事，因為它根本不知道你電腦上有什麼。但放本集只是基礎，下面這個能力才是讓 Codex 變成你真正的助理的關鍵。Codex 有2種記憶。手動記憶跟自動記憶，我先示範手動，回到剛剛那個 landing page 對話，繼續打入這個指令。你看，它不是只回好，而是把你的偏好完整複述一遍，這就是手動記憶。另外還有一個自動記憶，這個你不要動。這份是 Codex 的 agent 自動寫的，它每隔一段時間會把你跟它做過的事整理成摘要，下次新 chat 就有 context。這份你只看不改 ，agent 有一個專門的 skill 在管它，你手動改反而會亂掉。簡單記，手動記憶是你交代的，自動記憶是 agent 自己整理的 memories。一個你說，一個他記，2個加起來 Codex 就記得住你，記得住還不夠，它要能連到你其他工具，才真的變代理人。Plugin 講白話就是 Codex 的對外連線 ，Gmail、Slack、Notion 等等。目前官方有90幾個，安裝的方法也很簡單，在外掛列表搜索你要安裝的外掛，點幾下，完成授權就安裝好了。我來測試一下，讓 Codex 來訪問我的郵箱，查找和整理指定的信件。他開始思考了，正在使用 Gmail 的外掛去收束郵件，很快這邊就跑完了。他把郵件的 subject 和收到的日期都顯示出來了，這像不像你養的小助理？那 plugin 只是把線接起來，把這個流程存下來，隨時重跑，這才是下一招 skills。如果你只能從這支影片記一個能力，記 skills 就好。skill 是什麼？就是把你今天教 agent 做的事，存成一個可重複跑的食譜，下次只要打斜槓加 skill 名稱，整套流程重跑一次。我剛剛那個整理 Medium 電子報的 table， 我覺得很好用。那我直接跟 agent 講，讓他幫我生成一個 skill。注意這邊，
它沒有一鍵就裝好。Agent 老實告訴你，它撞到2個限制，一個是它現在沒有寫進全域 Skills 資料夾的權限，一個是少了個驗證套件。它不會硬幹，它會先把能做的做完，再回報給你。這就是 Codex 的做事方式，卡住就講，不會裝沒事。那來看一下 Skill 的實際內容，最上面這段2條3橫線中間加的格式叫 YAML， 你不用管 YAML 是什麼，就記得冒號後面要空一格就好，下面才是重點。你看這條 Medium 的性主旨不是 Medium Daily Digest 這幾個字，是當天頭條文章的標題，所以你要是用主旨去搜，一封都搜不到。這個坑是我剛剛跟 Agent 來回試的時候才發現，然後他自己把解法寫進 Skill 的。這就是為什麼對話建 Skill 比一句 Prompt 生 Skill 準，一句話生出來的 Skill 不會知道這種坑，只有你真的跑過、踩過、修過，這些細節才會固化進去。這個 Skill 環插最後一步才能用，它要寫進你的全域 Skills 目錄。Agent 會跟你要這個資料夾的寫入權限，給它就裝好了。裝好之後，重點來了，它是自然語言觸發，你不用記什麼斜線指令，對，就是這麼簡單。今天你跟 Agent 對話跑通了一件事，明天用一句白話一鍵重來。你看 Skill 會自動理解你的需求，調用 Gmail 的外掛，然後執行它，最後給你想要的結果。有了 Skill， 一切都變得簡單了。下一招比較短，但你會用到 Codex 內建 OpenAI 最新的圖片模型 GPT Image 1.5。先講為什麼這件事重要。我之前要做產品圖，要先去 ChatGPT 生圖，下載，拖到 Finder， 整理 folder， 再切回專案，3個視窗來回切，做5張圖，花我8分鐘。Codex 呢，一句話90秒，圖直接落在專案資料夾。我新開一個專案來測試這個功能，上傳一張毛衣的產品圖片，讓它生成幾張模特的產品圖。你看它用的是內建 Skill， 這是 Codex 預設裝好的，不用你自己建。前面我們講的 Skill 是你自己建的 SOP， 內建 Skill 是 Codex 官方寫好預設給你的，本質一樣，只是出處不同。生圖完了，下一招更扯，它會自己打開 Canva， 把這5張圖排進投影片。電腦控制是一個 plugin， 叫 AT Computer， 裝好之後 Codex 就能直接接管你的滑鼠鍵盤，幫你操作任何一個桌面 APP。那先給 Codex 一個指令，你看那個滑鼠不是我動的，是 Codex 在控我電腦，跟你保證我手碰 mouse 碰鍵盤。對，就是這麼直接。Canva 沒有開放 API， 平常只能手動操作，但對 AT Computer 來說，它就跟人一樣用滑鼠點，這代表你電腦上任何一個 APP， 它都能幫你操作。說剩最後一段是今天最猛的，把上面這些人工流程變成電腦自己跑的 cron job automations， 是把前面6個能力綁在一起賺被動時間的關鍵。沒看完這段，前面6個都白看。還記得前面那個關於自動分析信件的 skill 嗎？我現在想讓它每個月1號早晨9點執行，變成一個自動化的排程任務。你看，自動建好了，每月1號9點自己跑 Gmail Medium Digest Monthly Skill， 自己整理出一份表格，要改時間、暫停、立刻試跑，全部在這邊。你的 skill 就是這隻機器人的工作 SOP，Automation 就是它的上班時間表。這個組合是 Codex 最猛的地方，一次教會它之後永遠自動跑。OK， 看到這你應該也想自己裝一個玩玩看了。裝完打開就是我剛剛在用的界面。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留言告訴我你做了什麼 skill。第一次看我頻道的訂閱起來，這種內容我每周都會出。我們下支影片見。